就是每日互你穿甲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相生的命，为着要互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 是较好啊啦，毋过我咧烦恼吼，你明仔载人搁找无吼，啊你剩啦，莫搁讲落去啊啦。哦，你敢知影？我今日这总共食几斤？你知无？今日这总共吼，拄好我食26斤。这北京哦，上个出名就是迄白酒烤鸭，迄鸭是安怎饲的？你知影无？迄鸭吼，我听讲掠起来吼。 啊头掠咧，啊喙飙开哦，物件咧，入来煮，阮三个就敢若迄鸭共款啦，安尔个，不过，来继续落去吼。我5人个若死的时阵吼，人会讲我安怎死的，你知影无？人讲你安怎死的？人一定会笑讲我5人个吼是丢死的啦。应该啦。哦，安尔个，这个情形哦，若迄个眼睛看到，一定会做唔甘的。 好啊啦，苦力的，莫搁踮遐讲遐啊啦，我甲你讲哦，莫用我咧骗的恁倒买哦。看这哦，要安怎就好。你别细声。把你阿伯婆听入面咯。都是呗。你个句啊，你就是安尼啦。卡细声啦，加即马你咧讲遐543套有啥物内容啦？紧想办法才是正经的啦。办法。 我已经都想无办法啦，搁想办法。无安尼啦，无你搁研究看卖啦。啊，拄只我妈妈讲哦，伊头壳有一点仔疼，我即马出来买药啊，吼，啊，真麻烦你照顾我妈妈。啊，你家己要出去哦？啊，要小心呢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无真麻烦你照顾妈妈吼。拢无小可注意诶。出来啦！啊，你得小心嘛。哎，我啊，公公啊，咱是要安怎才好啊？要安怎才好？简单啊，注重代志的真相。 就是甲讲咧，莫搁甲骗落啊啦！你个句啊，喂，那你讲这话敢会听的啊？啊，事实的代志拢甲阿伯婆讲。是啊。那我知影这事实的代志吼，是咱你甲骗的，这声阿伯婆骗了到地吼，比这嘛还严重啦。都是安尼咩？这袂你安尼做事啦。我看这爱安怎，你知影无？嘿，规矩吼，要甲骗吼，得甲骗到底。啊？要搁甲骗到底？骗咯！这安尼要哪会用得啦？要哪会用得？想办法啦，对无？想办法啦。想办法，我这个我已经想无办法啦。哦。对啥？我想到。想啥？有办法啦。找一个建华出来。哦。啊？哦，可能的啊！啊，你咧讲什么笑话啦？啊，就是咱找无建华，唔则就安尼甲骗阿伯婆啊！
你唔知咧讲啥哩啊？你无了解，我了解古人的意思啊。意思就是讲吼，咱先找一个假建话出来，对无？对吼，阿屁婆阿妈你对不对？这咱来甲阿屁婆介绍讲，这就是建话啦。阿屁婆啊吼，一定绝对相信的啦。对吧？古人对吧？对，啊是姑讲啊，你啊了解我。啥物了解？阿姑啊，这边哪用钱啊？万一哦。别啦，绝对无万一啦。这你讲你就是安尼啦，也是苦啦较巧，免讲伤济，咱吼就自安尼决定。万一我嘛知影真相，安尼是要安怎才好？那我懂。咱即马无其他的办法啦，对无？对啦，像啦，目前安尼行安尼吼，差好多人安慰阿伯婆啊，好阿伯婆啊身体紧好起来尔啦，对无？啊是讲，咱要去倒位找这种人选啊？这，我来开门，拢无咱来开门。请问你是？我就是恁要找的人啦。我要找的人，啊？你有人要找无？无啊，无啦。歹势啦，阮遮无人要找你啦。啊，就有影啊，我就确实恁要找的迄种人啊。真实嘞。安怎？伊敢会知影讲，咱要找一个假的建华的代志？伊要哪会知？这我也知，你无甲讲哦？我是免哪讲。奇怪哦，这奇怪哦。我看这个人怪怪。安怎？小啊无咱拄一个建华的代志哦，准拄好啦。走来，看咱是咧讲啥？什么准拄啊好诶？为着阿屁婆啊吼，咱一定爱照安尼做啦。歹势，咱借问咧哦，你敢这是阮咧找迄个真正的建华？啊？毋是，这啊，毋是你来讲，你是阮要找的人。我就是一个超级演员啦，就是恁要找啥物人，我就是有法度演啥物人啦。啊，你是超级演员？对。这问的吼，是讲你哪会知影阮要找一个假建华？这哦，恁唔免管遐济啦。哦，反正恁若要答应，就答应。原来你意思就是讲，你愿意甲咱斗3工哦？对啦。也毋过，也毋过安怎？也毋过，爱淡薄仔代价啦。代价。你是讲钱是毋？无啊，你爱偌济啊？一工2块，好办。啊，毋是2块，安尼我知，一工20哦。啊，是20，啊怎爱200咯？少个啊，都毋是哦，毋是200哦。啊，你意思是讲爱2000哦？啊，哦，安尔话，咱大陆行一个所在看看的吼，拄啊你上用，全世界你上用的。哦，若无，就刣啦，准备好。小等，歹势，麻烦你小坐，等几分钟，吼。是要安怎啦？我看吼，还是注重教室的代志哦，唔通骗人你无？照是甲讲的啦，甲看卖啊哩，一工2000呢。哎呦，迄建华若一个月找着哦，咱就先爱开10万呢。时到了遮尔济钱，有点钱无通得拍着哭啊。我去啦，对好啊，钱的代志哦，咱慢慢来说话啦。啊，这大身体较重要啦。啊，哥讲你的事啥款啊？我看安尼啦，无照苦力的意思咱来做啦。反正吼，一工互伊骗一工，对不对？爱讲一工爱2000，5工拄啊1万，对无？啊，咱哦想办法5工以内哦，咱赶紧哦，咱找着建华。哦你看咯。惊死5文，5工就要1万呢。是啊，啊，你若找唔着，那是要安怎啦？你免我啦。啊，等恁参详了安怎？好啦，无阮答应你啦。啊，可啦，
你先阿甲将咱遐亲戚关系讲互伊知影，啊，明仔载就带伊来见我妈妈。妈，你紧精神啦，紧嘞，看啥物人来看你呀？啥人起来啊？啊？是建华兄啦，你思思念念的人啦。是建华？建华。哇，叫我你搞白那种，慢点回哦。啊你无啊？你搞，建华来啊，建华来啊啦！建华，干嘛进来？进过来，进过来，进来啦！进来啦！进来，进来，来我看一下。阿姨，建华，我咧为要找你哦，是咧找得足辛苦的，总算我花找到啦，我找到啊！阿姨啊，我是真感激你啦。啊，你为着阮一家人哦，啊，遮尔辛苦。是家己的人，哪会讲这款的话啦？我找你着，我足欢喜的，你知哦？阿姨啊，我是真感谢你啦。啊，我是哦对阮妈妈真不好。我为着要找阮查某囝吼，啊找偌久都找无，每一个半年爱换一个所在啦。到即马佫无法度找到雅慧呢，啊，我实在对妈妈真不好啦。阿姨啊，我到即马吼想哦愈想愈毋对啦。啊，我吼决心要转来去美洲。吼，啊，我店的吼餐厅啊，我爱去遐看啦。阿姨啊，我明仔载再过来看你啦吼，你家己身体就好好照顾吼。吼，建华，小等下，建华，哎呦。有偌大？这是你上爱食的地瓜汤，趁小啉。有袂？妈妈即马食袂了，你放下吼。好啦，无等出来，较恁再食啦。有袂？你哪有遐济钱，通去买地瓜呢？妈，这是爸爸吼叫我提钱去买的啦。拢是我带你恁爸仔囝两个，若无，妈，你莫安尼讲啦，我甲我爸都嘛袂感觉艰苦啊。妈，有袂？你甲恁爸爸拢足照顾我，妈妈一直对恁感觉足抱歉。我若是无发生车祸，今仔日嘛袂。妈，我听爸爸讲过啊啦，你是为着我才会发生车祸的。妈，我实在对不住你了。妈，你袂怪我吼？五囡仔，妈妈上疼你，妈妈哪会怪你呢？爸，小文，回来。你看这啥？是饭糕呢。紧摕去写写，一粒要互你食，一粒互恁妈妈食，哈。妈，你看，阿爸买的呢。你看这啥物？哪有遐尼济钱？一栋，这钱是对倒摕来啊？这我都去演艺赚来的啦。演戏赚来的？其实吼，我嘛唔知影讲，我最近的运气哪会遐灵透啦。尤其是哦，有人讲要叫我去做男配角啦，吼，啊，搁再吼有一个电影公司的制片啊，讲要叫我做男主角啦。啊，我甲伊讲我伤老，啊，伊讲偏偏讲唔爱啦，讲无我去演绝对袂使啦。讲嘿，面伫再讲一句啦，嘿，我哦最近哦运长咧行的啦，啊，若讲山来挡嘛是挡袂牢啊。阿文，你过来。爸，什么代志？赶紧去甲物件传一下，带妈妈来去病院。好。紧去。
即马餐厅处理了安怎？我的餐厅哦，这几天就爱处理啊，啊，着搁几工嘞？爱一礼拜。一礼拜哦。啊，阿姑啊，哎呀，你这无看过一礼拜啦，啊，即摆一工哦，起到2000二安尼，迄若一礼拜哦，外口还搁加开万外咧，怎样怎？我来甲讲讲来。记，迄个一礼拜才会好势。阿妹吧，建华，来，我甲你讲一下话。莫甲一礼拜啦，看2工哦，啊处理会好势袂安尼啦。2工后我大处理会好势，啊我会好势，你敢会好势？无啦诶，这么意思啦。看几工啊，就若好势哦，咱就要做阵转来湄洲啊。全咧决定。对哦。啊，就计划咧啊，啊无要安怎？政策哦，还搁加开万外。开万，我对我伊这是讲啥开万外？阿妹无啊，迄第个我意思是讲哦，啊，阮出去咧踅假时咯，看到一支啊电杆啊，外日来价值咧哦，搁价来出来万外啦，啊，第个开袂落去啦，对啦，开袂落去啦，万外开袂落去啦。建华，啊，恁某怎啊咧？阮某就咧病院咧。你病的哦？嘿啦，伫病院啦。啥物？安尼尔，某拢讲咧送便当去病院呢，家己一个人呢。对啦。哦，那建华说哦，真正无简单，外骨力咧哦，无请工人，家己送去病院，对不？对啦，安尼对啦，家己送的啦。啊，阮某就真骨力啦，啊早起哦，就爱摒扫啦，啊，就爱搁去菜市啊买菜，暗时啊就搁撸地板呢。哦，阮某吼实在足好的某的啦，啊。讲到这咯，你搁讲落去会浪费啦。阿你讲啊，迄建华意思就是讲哦，因翁仔某啊，足无用的啦，餐厅生意偌好的哦，足无用的啦，对无？无用啦，都无用的啦，系啦。阿姨啊，无安尼啦，我要转来甲阮某斗拍手啦吼，伊真无用啦，啊我真思念你呢，啊我明仔再过来看。对啦，厝无用哦。处理好势。迄个厝无用紧的吼。处理好势。哦，较紧的啊，调好咧啊。这个囡仔啊，真甘心，啊，家财娶了好某，哎呦，我嘛好心。嘿啦，对啦。真心付出有偌大？有啊，啊，恁爸爸运气实在足好的，真正做男主角呢。妈，就是讲嘛，阿爸吼，最近一直提钱给我呢。我实在足烦恼，恁爸爸为着我的身体，去食遐尔啊济戏。玉文啊，啊，恁爸爸的身体，你要加照顾一下。妈，我会啦。一个人要演遐尔济角色，伊敢有法度应付？妈，你免烦恼啦，阿爸的身体吼，我会加较注意，你放心啦，吼。阿爸。啊，有较好。耀文，来，你补品摕互妈妈啉。好。烧哦。伊懂啊，啊，你家己的身体，你家己嘛要加照顾一下。
你毋免烦恼遐尔济，只要你甲身体照顾好，较要紧。我实在毋知要安怎讲才好。你为着我的病去食遐尔啊济去，伊都为着你家己的身体，我看迄着食较少的啦。阿爸，阿母讲了无毋对啦。你毋免担心啦，我家己我会照顾我家己。我还阁有通过，我要来走。耀文，等下妈妈要啉就阁开落来。一头妈，阿爸，你去叫医生来，较紧啊！阿爸，妈。这声呾哭啊，哭哪个呀？去啊啦！看前几点啊，你看，伊同我讲还袂来啦，啊，这要安怎就好啦？你问我是要问啥啦？即摆阿伯搬入内底咧，死了几个人安尼，着急到叫要掠公徛咧。嘿，厝内哪佫想有啥物好办法啦？是啊，看这声要安怎好啦？规个去了啊！林谁是来喂？无啦，啊，我看啊，搁还袂来哦？我一直讲要见，啊是要安怎啦？是啊，我看安尼啦，春兰啦，无你吼，先入去照顾你妈妈吼，啊，遮吼，互我来等落啦，吼，对无？对，嘿，无安尼嘛好啦。对。啊，伊若来时阵，你来紧甲叫一声哦。会啦，我来甲你叫啦，啊，来甲你通知啦。阮大家吼，等下互甲入去斗相共。对啦，哦，对无？你紧入，紧入，你紧入。奇怪，家己拢无看啦。哟。我是做啥物嘅？保庇，互阿无代志，保庇互我咯。